本来好像一度传出是要坐车，是不是？啊，没有，因为我以前投票都是走路来，因为这离我们家很近，走路才2、3分钟。昨天晚上睡觉到早上，心情怎么样？会紧张吗？对，所有的竞选工作终于告一段落。啊，昨天从凯大回来的时候已经超过12点，时间晚了一点，但也因此很好睡啊。哦，一觉到天亮，很高兴看到哇，天气这么好。我要鼓励全国的父老乡亲啊，特别是年轻人，一定要踊跃投票，共同决定台湾的未来。是，今天因为整个云淡雨表天气好，好像掌握这个整个投票的状况，你怎么来看？投票率应该会高。过去的历史，天气好投票率会高，天气如果不好投票率就会低一点。但是面对这一场大选，当然越多人出来决定国家的前途越好。所以看到天气好，心情就好。我们也希望未来大家为国家持续努力。公子跟那个儿媳妇的部分有没有？他们都会回来投票，他们都会回来投票。有没有要当阿公？这个当然有希望了但是这事情现在的社会都是年轻人决定的，没有给他们压力，所以还没跟您报告喜讯。还没有给他们压力的。当然希望能够听到喜讯。您说投完票之后，接下来的那个行程怎么安排？投完票先回家休息一下，然后下午还要回到台北海道上面。不管结果如何，蔡英文总统一定会率领整个团队跟国人表示感谢。来这边稍微让多一声哈。大家好。小心小心！卖出钱的。谢谢啊。手套让一下啊。谢谢。来，媒体朋友来，好，来，我们借一个位置。副总这边看一下这边。好。副总统看这边。这边。副总统。好，我先把它放进去一下。好，看这里，副总统。好，谢谢哦。总统谢谢。看一下这边。谢谢哦，谢谢何家。在中间。到这边。好，谢谢谢。慢慢往外面走，谢谢。谢谢哦，谢谢。慢慢走，谢谢哈，谢谢。他小心哦。已经投完票了，何家。哇，恁等去投票。去高雄嘛哈。对。也换你们回去投票。真的。因为天气大好，所以说投票率预期应该是很好。
但是不管投票率高跟低，我们还是要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还有我们国民踊跃去投票。为什么？因为投票率越高，反映的民意越真实；投票率越低，那就是有缺憾。所以呢，投票率越高，我们觉得是好。那第二个，今天下午4点之后，投票截止之后，希望大家情绪恢复平静，因为选总统也好，选立委也好，当选人当选，那落选人落选，但是其他一般的社会大众，应该社会秩序要赶快恢复。如果这个时候还产生一些滋扰的事件，那是法所不容。所以我们要呼吁我们台南市的执法机关，我们的警察同仁，在4点之后，然后接下来开始开票，开完票之后，胜负选举结束了，国家秩序应该恢复正常，不管谁当选，国家都要向前走。所以如果有刻意滋扰，或是因为情绪难以平复而产生的一些对社会治安维护有负面影响的动作，我们都要去强势而且要严正的执法。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我们要呼吁，不管任何阵营，蓝绿双方以及一般的市民都要恢复冷静，因为国家要向前走。